在24号2点，下午2点，我们去演习，4点钟结束。在这个回程中啊，我那部66号战车，我在第一排排的射66号战车的时候啊，再回来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沙滩都种的地瓜、花生种的这些东西，非常饱和重。我们在回来在这个走这个田埂上的时候啊，那车子这个履带两边的，一边压垮了，你歪歪的那个地方，那个肚子在顶起来了，站在肚子的中间上，2个履带在空转，那就没有办法。那这个一直在抢救到晚上12点了，应该12点多了。那个青年军他们的换哨刚好晚上，我们到那个时候才吃饭，刚好吃完饭呢，在龙口那边，这个信号燃上来。但是呢，我们排长的是第一回，上车打。这战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没有射击口径不能乱打的啊，你打的中日华的，上车打。那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跟现在做轮椅上一跳就上车，都是跳上车子以后啊，我就摸了一发炮弹，那个炮弹呢摸的时候啊，穿甲弹跟榴弹呢摸不打出来，我以为是榴弹，就上膛了。一上膛的时候啊，是一连串的这个巧合啊，一上膛以后啊。撞出去了，我吓一跳。后来一看呢，糟糕！我上车的时候呢，可能是紧张一点，脚就踩在脚击阀，战车有3种击阀，一种手击阀，一种电击阀，就是脚击阀。下午演习的时候，那脚击阀是跟油门一样，可以翻过来的，所以我翻过去，忘了回程的时候忘了把它翻过来，那个脚就踏在那个脚击阀上，没有改。有一个穿着那个大皮鞋，踏在那个脚击阀的时候没有改，就是撞出去了，我是糟糕，那个看一团的火，是一发穿甲弹，这一连串的巧合，这发穿甲弹一打到哪个地方呢？打到中共的这个弹药船。他那个船是装弹药的，这一发炮弹一团火就打过去了，那整个都爆炸了。他们那个副指挥官在那里也受了重伤。你说那个伸手不见五指，是找到那个船打，找都找不到那个，这完全是讲来这方面是巧合，这并不是我有本事，这是大家的本事。这一发炮弹就奠定了整个金门歼灭战的基础。可以这样讲，这赢了一半了。为什么？他们26号就没子弹就打完了，第2天打25号一天，到26号他的子弹基本上所谓弹尽援绝，他们就没子弹了，那个弹药船都爆掉了。